全国收视第一的综艺一集啊！我觉得你这样，所以就没有意见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哎，记得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哦。请问你今天是要来录什么节目啊？当然是全国收视第一的综艺一集啊！所以你是来宾吗？我是主持人，不好意思。哇，现在是主持人，就是旺旺集团。哇，所以你们现在有自己的小房间？我们会先大家要边彩排边化妆，该轮到你去彩排就去彩排，然后其他时间就是化妆，然后整理衣服、换衣服。我们总共2集吧，第1集的内容跟歌要唱什么，也会在妆发的时候去听等一下要唱的歌。有空的话就可以先吃东西，在正式录影之前要把所有事情都找空档去做好。那个造型都是你自己的想法，还是都是妆发的想法。对，我没有想法，我有想法就会被妆发骂。不要啦，你不要这样，你这样很难看。我觉得你这样比较好看哦，好，所以就没有意见。就是其实主持这个角色主要就是介绍来宾，然后了解来宾今天的目的，比如说来宣传，或者是戏剧类的，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宣传，向观众介绍他们的故事，简单的介绍，就是要让观众很快速的去了解来宾。你现在还有在直播吧？有啊。你们俩一起播吗？还是各播各的？各播各的。那什么时候合体呢？合体？他们好像可以合体吧？那好像也可以啊。是啊，我有的观众不行。不行，他的观众不行。新年的观众不行。我讲个原因。主啊，就是他们不喜欢太年轻嘛，就是会吃醋跟吃醋。我们把它分成3个部分主轴就是康哥跟豪哥嘛，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水一哥跟梦贤，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我跟新田。那因为我们比较着重在于唱歌的部分，水一哥跟梦贤他们就比较可以做一些比较活泼的话题，然后我们再去看情况去互动。照批次哦，照批次哦，照批次，还有那个得奖次数和来战。梦贤最外面哈，阿伯，那必安哦，就一起办。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好，对，不管是在大家的工作默契上、进行上都越来越好，然后看成绩最明显。对，我们一集一集都有慢慢在成长，甚至有几度是全国收视冠军，对，这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跟支撑。你代表跟董事长谢谢。不敢。好，各位兄弟姐妹们，我们跟董事长说谢谢，然后谢谢董事长照顾我们，然后我们的成绩呢越来越好，好不好？
时段第1名。太棒了，太棒了2549。同时段。哎，你不是说要低调？好，没有，我们现在自己人嘛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们，辛苦了。目前还没有什么跳舞的部分。哎，我很会跳舞哎，我跳的舞是很难的哎。谢谢长官们。现在有录影吗？我看那么多台应该有。谢谢国公，谢谢董事长，谢谢所有还有佩兰姐，还有所有是非常照顾我们的每一位长官，让中医体棒越来越好。那谢谢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，感谢你们。这是我第一次在我生日的当天呢，是录自己主持的节目，所以我觉得很难忘。好，3、2，看我，3、2、1，好，再张，3、2、1，OK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。还有谁要一起？没有，就只有我而已。好，我真的没朋友，6个当中有4个跟我不合。好，我要切蛋糕，因为你许愿过了啦，就不用再许愿了。哎，这是真的蛋糕哎。你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因为看起来不像真的。而且你闻，你闻，真的哎，像奶油的味道。好，那你闻一下志豪哥身上。你看，没有奶油的味道。没有，这个比较香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感谢，今天做重阳没哈，感谢大家。我们现在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生日蛋糕，好不好？我后来才知道这个生日蛋糕是来自我的经纪人点的，然后这个我们助理专程从台中带回来。台北就有的订了，为什么要跑到台中啊？这样比较有诚意啊。对啊，那你可以从小琉球也再过来啊。蛋糕，噔噔噔噔噔。今天是你们2个的婚礼。好吗？真的很开心，你们2个结婚这么多人来祝福，我很开心。那你的名下的财产先过户啊？你自己说，你是不是跟父亲连演的很累？有一点，对。综艺一起棒。